上一回講到，二爺關羽喺許都得知大哥劉備喺河北袁紹處，毅然展現咗三國第一忠義名場面，掛印封金。二爺把曹操送嘅金銀賞賜通通貼上封條，把純金官印高高掛在大堂。隨後親自護送兩位嫂嫂金夫人、眉夫人，大搖大擺殺出許都城門。大魔王曹操展現頂級胸襟，講出一句震撼千古嘅比各為其主，隨去吧，甚至親自帶人追上去送行送路費。曹操雖然大方放行，但許都到河北幾百里路，中間隔住無數重鎮隘口，最要命嘅係二爺身上根本冇曹操簽發嘅通關路印通行證啊！沿途守關嘅曹營將領通通以為關羽係私自逃跑嘅反賊，一個二個拿着武器攔路討伐。今日三國歷史上最激燃、最震撼、最爽快嘅無雙割草神話正式爆發。關二爺憑住一匹赤兔馬、一把青龍偃月刀，將會點樣護送嫂嫂過五關斬六將？今日我哋就開講《三國演義》第27回，美閻宮千里走單騎，看壽後五關斬六將。第一幕，巴陵橋贈袍，二爺都尖挑袍，極度警惕。話說關羽護送住兩位嫂嫂嘅車架，剛離開許都冇幾里，來到咗巴陵橋，背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嘅馬蹄聲，只見大魔王曹操帶住張遼同幾十個精騎，一路狂奔追咗上嚟。關羽手下嘅老兵嚇到面色慘白，二將軍，曹操大兵追上嚟啦，莫非係反悔要找我們？關羽面不改改色，叫車隊繼續向前，自己則調轉赤兔馬，手提青龍偃月刀，獨自一人橫刀立喺巴陵橋頭，眼神銳利如鷹。曹操喺橋下下馬，大喊：雲長，為何走得如此急促啊？老子特登趕過嚟給將軍送行。曹操叫人端上黃金同名貴嘅蜀錦披風、戰袍。關羽雖然感謝曹操嘅好意，但時刻保持住極高級別嘅警惕，怕曹操直擊近身埋伏。關羽坐在赤兔馬上，手握青龍偃月刀，用鋒利嘅刀尖伸過去，輕輕一挑，把那件蜀錦披風挑了起來，順手披喺身上。關羽喺馬上拱手說：蒙大將軍厚恩，關某感佩於心，今軍務喺身，不敢下馬，日後有期再報大恩。說完，關羽拍馬護送車隊浩浩蕩蕩離開。曹操身邊嘅將領氣到咬牙切齒：大將軍，關羽這家伙喺馬上用刀尖折衣服，極度無禮，請許末將去把抓回來。曹操長嘆一口氣，擺擺手：雲長擅槍匹馬，警惕係理所當然。老子既然許諾放，豈能食言？隨去吧。離開巴陵橋後，關羽護送車隊來到莊園借宿。莊園主人胡華老先生係朝廷名士，見到關羽重情重義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臨走時，胡華老先生寫咗一封信交給關羽：關將軍，老夫嘅兒子胡班喺滎陽太守王直手下做官，日後將軍如果經過滎陽，可將此信交給，實會照應將軍。關羽收下密信，繼續北上。點知前方等待關羽嘅，卻係一場又一場嘅血雨腥風。第二幕，第一關東嶺關，一刀秒殺孔秀。關羽護送車駕來到咗第一座隘口東嶺關，守關大將名叫孔秀，帶住500名精兵攔在關前。孔秀斜眼看住關羽，冷笑曰：關將軍，你要往哪裏去啊？關羽抱拳曰：關某要前往河北尋找兄長劉皇叔，特借貴關一過。孔秀審下臉說：可有大將軍曹操簽發嘅通關路印通行證？關羽搖頭，走得匆忙，未曾領取路印。孔秀冷哼一聲：既然沒有路印，那就是私自逃跑。你要過關也可以，必須把兩位嫂嫂留下做人質，你自己獨自回許都請示大將軍。關羽聽完，雙眼微微一眯，爆發出恐怖嘅殺意：放肆！老子念你係曹公手下，
好言相勸。你竟敢拿我嫂嫂威脅老子，找死！孔秀大怒，挺槍拍馬，直撲關羽。關羽連廢話都懶得講，赤兔馬化作一道紅色閃電，青龍偃月刀凌空一劃，當撲刺，僅僅一個回合，孔秀連關二爺嘅刀影都沒看清，頭顱已經被一刀精準削飛上了半空，鮮血噴湧。500名守關士兵嚇到撲通一聲，集體跪低求饒。關羽淡淡咁說：不關你哋事，開關放行。關羽保護嫂嫂車架，順利通過咗第一關。第3幕，第二關洛陽城，韓福猛坦玩暗箭，大傷斬兩將。過咗東嶺關，車隊來到咗北方重鎮洛陽。洛陽太守韓福同牙將猛坦收到孔秀被殺嘅消息，嚇到手腳發抖。韓福急得像熱鍋上嘅螞蟻，關羽勇猛無雙，連顏良文醜都被一刀秒殺。我們硬拼，絕對係送死啊！點算好？牙將猛坦出咗一招陰險嘅連環計，太守莫慌，我們玩一招六角六槍，撳箭傷人，等下末將出陣跟交手，假裝打不過掉頭就跑，引追過來。太守，你埋伏喺暗處，用強弓硬弩射殺。第二日，關羽帶兵來到洛陽關下，要求過關。猛坦騎馬衝出來大喊：關羽反賊，竟敢私過關隘，殺害朝廷命官，拿命來！猛坦揮雙刀殺向關羽，關羽挺刀迎戰，僅僅交手3-5個回合，猛坦就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對手，連忙調轉馬頭，假裝潰敗向關鞘裏面逃去。關羽騎住赤兔馬追了上去，點知埋伏喺暗處嘅洛陽太守韓福早已拉開咗重弓，收一道暗箭劃破長空，精準無比咁射中了關羽嘅左臂，鮮血瞬間染紅咗綠色戰袍。韓福大喜，以為得手，點知萬萬想不到，面前這個紅臉漢子係全 server 最硬核嘅關雲長。關羽劇痛之下，竟然用嘴巴咬住青龍刀，左手猛地把手臂上嘅毒箭拔了出來，鮮血飆飛。關羽連哼都沒哼一聲。關羽爆喝一聲，赤兔馬速度全開，眨眼間追上了前面的猛坦，撲刺一刀把猛坦劈成了兩半。隨後關羽調轉馬頭，帶住滿臂鮮血，像一尊地獄殺神一樣直撲韓福。韓福嚇到魂飛魄散，想跑已經太遲。關羽迎面一刀劈下，連人帶馬直接砍成了兩截，連斬兩將。洛陽守軍嚇到丟下武器，大開城門。關羽用布包紮好傷口，護送嫂嫂順利通過咗第2關。第4幕，第3關汜水關，便起真國子切腹，老和尚普鄭救命，離開洛陽。關羽忍住手臂傷痛，來到咗第3關汜水關。汜水關守將卞喜係個用流星錘嘅高手，同時也是個陰險小人。卞喜知道硬拼打不過關羽，便在關內嘅明鎮國子裏面秘密埋伏咗200名手持刀斧嘅伏兵。卞喜親自走出關外，一臉熱情咁迎接關羽。關將軍大名鼎鼎，斬顏良解白馬之圍，下官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將軍一路辛苦，下官已喺鎮國子備下豐盛酒宴，請將軍同2位嫂嫂進寺休息吃酒。關羽見卞喜態度恭敬，不疑有他，便把嫂嫂安頓喺寺外，自己帶住幾名老兵走進咗鎮國子。鎮國子內香煙繚繞，寺裏面有一位老和尚，名叫普鄭。這個普鄭和尚係關羽嘅同鄉，山西解州人。普鄭看到卞喜在寺內埋伏到斧手要害關羽，心裏面極度不忍。在方丈室內，卞喜請關羽入座，並給手下刀斧手發暗號，術杯為號。普鄭和尚端住茶水走了進來，走到關羽面前，手持念珠同木魚，雙手合十，意味深長咁閱咗一句神級暗示：將軍離家鄉出來多久啦？將軍可還記得老僧與將軍係同鄉啊？將軍請看老僧手裏面這尊木魚同戒刀，貧僧這戒刀平日不殺生，
今日若不拿出來，恐有人要血戰禪房啊！說完，普淨和尚用眼神狠狠往旁邊嘅屏風後面瞄咗幾下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好，看看普淨和尚呢個提示，無間道暗號啊！關羽何等聰明，瞬間聽懂咗普淨嘅暗示。關羽眉頭一皺，手按青龍刀，冷笑住問便起：便將軍，你請老子吃酒，為何屏風後面埋伏住200名手持刀斧嘅士兵啊？便起見陰謀曝光，氣急敗壞，大喊：摔杯，給老子剁咗！拍嗒，杯子雖碎，屏風後面200名刀斧手敲叫住衝咗出來。關羽咆哮一聲，青龍都揮舞得像一團青色嘅狂風，刀光閃過之處，血肉橫飛。200名刀斧手被關羽殺得鬼哭狼嚎，遍地殘肢。便起拔出流星錘，招關羽擲過來。關羽一刀將流星錘砍斷，隨後順勢一刀把便起由頭到腳劈成了兩半。關羽感謝咗普淨和尚嘅救命之恩，並曰：日後若能重逢，必當重謝。隨後護送嫂嫂，順利通過咗第3關。第5幕，第4關滎陽，王直夜宵驛館，胡班通風報信。第4關，來到咗滎陽，滎陽太守王直係第2關被殺嘅韓福嘅親家。王直聽說韓福被關羽劈死，恨關羽入骨，誓要幫親家報仇。王直知道關羽厲害，不敢硬碰硬，便玩咗一招極度毒辣嘅火燒連環船、火燒驛館。王直表面上對關羽極度恭敬，把關羽同2位嫂嫂安排喺城內最豪華嘅館驛招待所入住，並叫人送上豐盛酒肉。王直暗中交代手下從事胡班：今晚半夜3更，你帶1000名士兵，把館驛圍得死死的，每人手持火把柴草。3更一到，聽我拎下，給老子把館驛放火燒成灰燼，把關羽同那2個女人通通燒成焦炭。胡班領命，帶兵悄悄包圍咗館驛。在放火之前，胡班心裏面極度好奇，傳說中嘅關雲長係天下第一英雄，連斬顏良文醜，到底長咩樣呢？老子偷看一眼再燒也不遲。胡班悄悄走到關羽住房嘅窗外，透過窗縫往裏面一看，只見房間內燈火通明。關羽身穿綠袍，左手撫摸住美閻，右手手握春秋，正聚精會神咁喺燈下看書。那份威嚴、英氣同沉穩，遠如天神下凡。胡班看令咗，由衷地感嘆：真乃天人也！如此英雄，豈能死於火海？胡班忍不住在窗外長嘆咗一口氣。關羽聽覺聞樣，大喝一聲：窗外何人？胡班走進房間，撲通一聲跪低：小人乃太守手下從事胡班。關羽一聽胡班這個名字，突然想起離開許都時胡華老先生給嘅密信，連忙取出密信遞給胡班：尊父胡華老先生曾有密信交給足下。胡班拆開信一睇，確實係父親嘅親筆信，信裏面叮囑一定要好好報答關將軍。胡班嚇出一身冷汗，連忙叩頭曰：關將軍，大鑊啦！王直這個狗賊要害你，今晚半夜3更要放火燒死你們啊！將軍快隨我來，我現在就帶你們由後門逃出去。關羽大驚，連忙叫醒2位嫂嫂，上了車架。胡班悄悄打開城門，放關羽車隊逃出了滎陽城。半夜3更，王直看到館驛火光天，正得意洋洋，突然收到回報曰關羽逃咗。王直氣到吐血，親自帶領幾百騎兵狂追出來，追咗10幾里。王直喺後面大喊：關羽休走！關羽調轉赤兔馬，雙眼爆發出冰冷嘅殺意：王直狗賊，老子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想放火燒死我嫂嫂，受死！赤兔馬如疾風般衝過去，又是僅一個回合，關羽青龍都一閃，直接把滎陽太守王直砍落馬下，截斷2截。關羽護送嫂嫂，順利通過咗第4關。第6幕，第5關黃河渡口，
秦琪作死，一刀削頭，一路過關斬將。關羽車隊終於來到咗最後一關黃河渡口，今河南滑縣附近。只要渡過黃河，對面就是河北袁紹嘅地盤，就能跟大哥劉備會合啦。點知守喺黃河渡口嘅大將名叫秦琪，這個秦琪身份極度不簡單，係曹營第一王牌大將，夏后獨眼將軍嘅親心腹兼愛將。秦琪帶兵死死守住渡口所有嘅船隻，不准任何船隻離岸。關羽上前曰：秦將軍，關某要到黃河前往河北，請借船一用。秦琪極度傲慢，斜眼看住關羽，冷笑曰：你有大將軍曹操嘅路人嗎？關羽搖頭，沒有。秦琪哈哈大笑，極度作死咁說出了全三國最作死嘅台詞，哈哈哈哈！關羽，你在前面殺咗孔秀、韓馥、卞喜、王直那些廢柴，那是門無能。你以為我秦琪係好嘢嘅嗎？我乃夏后將軍手下大將，你今日沒有路引，就算長咗翅膀，也休想由老子這渡過黃河。關羽聽完，怒極反笑，眼神裡面充滿咗對死人嘅憐憫，淡淡咁話：你可知那顏良、文醜、勇猛勝你10倍，通通死喺我關某刀下，你算咩東西，也敢阻我？秦琪大怒，挺槍拍馬殺向關羽，當撲刺，依舊係僅一個回合，關羽青龍刀凌空一揮，一道青光劃過，秦琪嘅頭顱直接被一刀削飛，重重地掉在咗黃河水裡面，鮮血染紅咗渡口，守軍嚇到面色慘白，連忙乖乖把最好的大船推了出來。關羽請兩位嫂嫂上了船，揮手告別渡口，乘船順利渡過咗黃河，登上了河北嘅土地。講古佬拍驚堂木，大喊一聲好，5關斬6將，圓滿成功。一路上，第一關東嶺關，一刀斬孔秀；第二關洛陽城，大傷斬孟坦、韓馥；第三關汜水關，識破埋伏斬卞喜；第四關滎陽城，避過火燒斬王直；第5關黃河渡，一刀削秦琪，千古第一神話。過5關斬6將，關二爺威震天下。第7幕途中插曲，廖化登場。夏后發狂攔路渡過黃河之後，關羽車隊在河北土地上繼續前行，點知在途中發生咗一個小插曲，有一支山賊部隊截住咗車隊，領頭嘅年輕小將名叫廖化，昔日黃巾軍餘部。廖化押住兩位女子過來，給關羽跪低，曰：關將軍，我手下嘅山賊同伙到遠，剛才不長眼，竟然綁架咗兩位夫人。小人知道係劉皇叔嘅家眷，已經把道院給冚咗，特登把兩位夫人完好無損咁送還給將軍。廖化表達咗想跟隨關羽嘅願望，但關羽考量到廖化係黃巾山賊出身，怕影響大哥劉備嘅名聲，便婉言謝絕咗廖化，只收回咗嫂嫂，繼續前行。就在關羽以為終於可以平安見到大哥劉備嘅黃金時刻，背後突然傳來一陣狂暴至極、宛如雷霆般嘅馬蹄聲，伴隨着震耳欲聾嘅咆哮聲。關羽反賊，殺我愛將秦琪，老子今日要把你碎屍萬段。關羽回頭一看，只見曹營第一火爆猛將獨眼將軍夏后，帶領幾百名精銳鐵騎，氣勢洶洶，殺氣騰騰咁追咗上嚟。夏后因為愛將秦琪被殺，整個人徹底發狂，根本不管曹操有沒有放行嘅命令，手中槍尖直指關羽。一場驚天動地嘅大對決即將爆發。講古佬拍驚堂木第27回的故事到呢度就正式攻得圓滿啦。關二爺巴靈橋都尖挑袍展示頂級警聽，過5關斬6將，一路行為打擊冚翻6尊曹將。廖化登場送還嫂嫂，夏后發狂攔路生死對決。面對發狂嘅獨眼猛將夏后，關二爺能不能全身而退？而追過嚟嘅曹操特使
又能不能及時阻止這場內鬥？關羽、劉備、張飛三兄弟又將喺邊度實現驚天動地嘅桃園再相聚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斬錯楊兄弟釋疑。古城聚主神重會，保證比呢集仲要激燃，仲要刺激，仲要精彩百倍，同你唔見不散，拜拜！留言區大會堂一齊吹水。聽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？關於喺霸陵橋上用刀尖挑袍，你哋覺得這是二爺過分警惕，定係喺危險環境下最高級別嘅保命智慧？過五關斬六將裏面，保證和尚同胡班通風報信救咗二爺，你哋覺得關二爺成功過關，靠嘅係天下無敵嘅武力，定係人格魅力帶來嘅貴人相助？秦琪明知道顏良文醜都被關羽秒殺，仲敢喺度口硬剛叫板，你哋覺得係真勇猛，定係純粹嘅作死？無論你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或者想討論邊個情節，通通寫晒落下面評論丘。好啦，今日呢回就講到呢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睇到呢度嘅都係真兄弟、真姊妹。如果你中意聽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俗語講三國，覺得聽得過癮嘅話，依家就動一動你嘅金手指，幫手點讚 like、share 俾你班手足，同埋最緊要訂閱 subscribe 埋我，開埋個小鈴鐺，咁先可以第一時間返嚟繼續追看。仲有啊，睇完今日呢集，你哋心入面有冇咩諗法，或者有邊個細節想知多啲，即刻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無論你係想討論邊個武將最強，某個計謀係咪真係咁神，定係對《三國演義》有任何奇難雜症嘅問題，通通寫晒落評論區。我哋之後嘅影片除咗講古，亦會親自出嚟為大家解答三國嘅各種大細難題。多多留言，一齊吹水。我哋下集古仔仲精彩，同你唔見不散。拜拜。